今天我们又来苏州市区觅食了啊！现在我们是在三塘街的入口处，应该有很多的外地朋友都不陌生吧？暑假肯定都带着孩子过来逛一逛吧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就准备去昌墟路这一家面店啊，石路店杨玉兴。那么之前刚开业的时候我来吃过，我觉得口感还不错。那么好久没来吃了，刚好今天在附近嘛，来尝一尝。他家的价目表呢，普通的家头呢价格也不贵的。那么时令特色呢，三虾面啊，这个价格就稍微偏贵一点了啊。我们今天就吃普通的浇头。我吃苏式鲍鱼，红汤嘛，两碗都重青，我是要宽汤，面少。这哪个姜丝？重青半虾面少，这个，鲍鱼面，咱们姜丝对。付完钱之后呢，只要拿着这个红牌牌找地方坐下来就好了啊。等会有人会把面条端送上来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浇头呢是鲍鱼、素椒。再点了一份姜丝，老规矩，姜丝呢还是先用香醋泡一下再吃。今天我这个鲍鱼呢段子蛮好，它是鱼中段，那么看出来这个鱼呢也蛮大的，整体的看上去卖相还可以。我今天要的是红汤、宽汤、面少、重青。还有哪些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讲究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让外地的朋友学习一下。下次呢来苏州吃面的时候呢，就这样跟老板讲。老板想，哎呀，这肯定是老吃客碗。那么吃面呢，我习惯性先喝汤。他家的汤呢，喝下来还可以，不咸不淡。那么这个鲍鱼呢，我吃了一下，就是它的鱼呢，虽然色泽也不错，外面呢口感呢还可以，但是里面呢偏淡了一点点。这个面条呢，我要的是软硬度是刚刚好的，还可以。整体吃下来呢，就是没有什么亮点，只有面汤还可以。虽然它今天这个2个浇头呢是以过桥的方式端上来的，端上来那一刻呢，我看到鲍鱼的色泽还可以，那么素椒呢，我就感觉不是特别灵了啊。包括色泽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有食欲。总之呢，吃下来呢就是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。那么喜欢苏州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